我覺得而家個市又跌咗，咁以我哋嘅 budget 應該可以買間好少少咯。嗱，Katie 你講得啱啦，而家啲香港樓價跌咗咁多，以你嘅 budget 啊，完全可以喺香港大學附近買到呢間5年嘅半新樓啊！前面對住咧就係香港大學個山頭啦，你都可以睇翻自己做個頭頂視頻啦。右邊就望到西環嘅海景啊，有山有海。咁嚟翻我哋間屋裏邊咧就係283尺一房，咁啊做一個開放廚房。咁啊啲電器咧其實都係名牌電器啦，同埋因為用咗5年啦，唔係用咗好耐。咁入到間房裏邊啦，可以放個單人床，再放個衣櫃，其實啱晒你哋2個人瞓。咁啊都有少少海景嘅。最緊要嘅咧個廁所都有窗，而家啲新樓咧真係好少見啦。其實50幾萬 budget 買到呢間香港大學咁近嘅新樓，嗱雖然前邊有少少缺陷，俾棟樓擋住咗，但係其實採光都唔錯嘅，係咯。依間樓咧，無論自己拎嚟投資又好啦，自己兩個情侶慢慢住又好啦，性價比都唔錯，回報幾高，即係可以考慮下。